喂，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灣區判官啊！今次判官，我帶你哋去逛下佛山嶺南天地。我哋小心啲啊！我哋唔講你唔知，路上人多到連馬路都炒車。睇下影下個司機咩樣先。我仲真係目擊到交通意外現場，嚇到我差啲唔夠膽錄影。一到祖廟就見到人潮擠爆，人龍連廟門都擠唔入。呢個佛山祖廟始建於北宋元豐年間，現由祖廟古建築群、孔廟、黃飛鴻紀念館、葉問堂等組成，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及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當地人逢節必來朝拜，話咁快，我哋就到咗嶺南天地。呢度保留嶺南青磚建築文物與時尚並存，改造前原址為擁有900多年歷史嘅祖廟東華里舊城區，行入去就係一條長到行唔晒嘅文創街。我就大概同大家講一講有啲咩。首先就有彩妝控，打卡必到嘅蝦味。第一次見到成間古廟咁樣嘅 Shake Shack 漢堡店。西餐加本地牛扒，新派融合嘅 Rosalita 桂月牛扒房。睇下翡翠拉麵、小籠包師傅即場爆湯包，爆汁鏡頭一流。大支製寶穿越時空咖啡會館。古色古香裝修春日新品，粉粉巴鴛鴦超潮。匯芳銀售賣各式傳統手工銀器。龍獅文創館雙層文創館陳列300家件絲藝文創。用科技演繹非遺，真係個個獅子頭都好似藝術品咁樣。古鎮中驚見國際大牌打卡咁滿分，例如 Häagen-Dazs 同埋 Ray-Ban。入面仲會有一啲大家平時會見到嘅國際大牌子。睇下呢間布蘭兔植物莊園花茶童話，英式下午茶加花卉美學背景，人氣打卡熱點。店內置大約有60幾款得意茶具，精緻茶具少女心爆棚，配上花藝與兔子 IP 周邊如置身童話園林。喺呢度隔離其實都仲有個商場，可以過去嘆下冷氣。最後總括而言，嶺南天地古今交融百店打卡睇到眼花，但人潮真係爆棚。公眾假期唔好急，平日再來最好。判官綜合評分：文化4星，打卡4星，性價比3星。判決結果避開人潮，真係可以去感受下。記得 like 加 subscribe，下一站再見，拜拜。